后来，过来是嘉义的民雄建国路2段一条巷仔底有一间透天厝，早起的8点传出着枪声，警方马上出动着快打部队到现场，扭这个封锁线包围。歹徒有几下解结出着爆裂物，加在无伤着人。这警方是无开到1枪，甲歹徒对立5点钟后，歹徒伫下晡1点外弃械投降。 警方咧讨论要安怎行动，这个时阵，我一了出来啊！雄雄有爆炸声，和所有的人拢真紧张。早起有民众报案讲，伫嘉义民雄建国路2段巷仔底有枪声，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有封锁线，这个员警一个拢举长枪咧戒备，现场的情形看起来是真紧张。住伫1楼的住户，捌互歹徒举枪劫持。 以为是爆裂电线走火，他我出来的时候，歹徒就叫我安静，他不会违反我。拿什么东西压你？长枪。刚才买手趁歹徒无注意，随走出来。初步了解，举枪嫌犯共款是住伫这栋透天厝的3楼，不过3楼的厝卡才来3个月尔，平常时真少甲人互动。厝边隔壁嘛无了解举枪这个人是甚款人，警方用封锁各主要的路口，就是希望讲赶紧将嫌犯抓起来，了解案情。